近日，香港上流社交圈爆出一單重磅消息，一向被視作豪門自由戀愛樣板嘅夫妻，男方喺海外街頭俾路人影到同陌生女子舉止親密，過去多年對外展現嘅恩愛狀態，直接俾實景照片打破。件事迅速喺香港本地社交平台、海外華人社群傳開，引發大範圍討論。唔少熟悉兩家人嘅圈內人士都覺得相當意外。件事嘅兩位當事人就係華納集團主席林建岳嘅長女林甜儀，同埋佢嘅丈夫何正德。喺今次風波爆發之前，港媒長年將佢哋嘅婚姻當成圈入面少數唔靠父輩撮合，以感情做基礎嘅豪門婚姻案例嚟報道。兩個人拍拖結婚，一齊湊大一仔一女。過往各類慈善晚宴、名流聚會，佢哋多數都會一齊現身，社交平台亦都經常貼合照，外界普遍覺得呢段婚姻穩固又美滿。去到8月6號，一組路人喺加拿大溫哥華實地拍攝嘅相片流出，直接推翻晒大眾過往嘅固有睇法。成件事嘅發生完全係出於偶然。爆料嘅網友當時喺加拿大溫哥華行街，經過一處人流量好大嘅街道，見到街邊排起一條好長嘅人龍，現場行人來來往往，排隊嘅規模引起咗呢位網友嘅注意，於是攞出手機拍攝畫面，打算將現場嘅情況分享俾遠方嘅朋友。就喺拍攝呢條隊伍嘅過程入面，鏡頭掃到隊伍中段嘅一對男女。男人做出一連串舉動，令拍片嘅人覺得行為好過分。相片入面，何正德企喺年輕女子身後，雙臂又厚實實咁攬住對方，唔理周邊來往嘅路人，多次貼住塊面去錫呢個女子。街道上面排隊嘅民眾同佢哋距離好近，何正德完全冇刻意避開旁人嘅目光，行為毫不收斂。反觀俾人攬住同錫嘅呢個女子，全程戴住墨鏡，面上見唔到半分喜悅，亦都冇做出回應親密嘅動作，神情冷淡，神態繃緊，可以好明顯感受到佢嘅疏離。兩個人之間嘅氣氛顯得相當尷尬。影完相之後，爆料網友第一時間就將相片轉發俾自己嘅朋友。本來只係隨手分享街景，朋友一眼就認出相入面嘅男人就係林甜儀嘅丈夫何正德。爆料人同朋友先至意識到自己無意之間影到豪門圈層嘅內幕。出於對何正德呢個行為嘅唔認同，爆料網友選擇將實拍嘅相片公開上網，將成件事曝光出去。相片一發佈，短時間之內就喺各大社交平台擴散，迅速登上多個平台熱話，引來大量網友睇同留言。唔少睇過相片嘅網友直接鬧何正德，認定佢屬於婚內出軌，指責佢背叛家庭。好多網友表示接受唔到，事關喺呢件事之前，何正德同林甜儀對外呈現出嚟嘅婚姻狀態一直都好和睦，冇人會估到會喺異國街頭影到咁樣嘅畫面。要明白呢單事件點解會引發咁大嘅輿論衝擊，就要理清楚兩大家族嘅背景。何正德同林甜儀都出身香港頂級豪門，但兩家人嘅家底同家族影響力有明顯差距。何正德嘅老豆係何柱國，生前出任香港煙草公司主席，同時擔任北大名譽校董，家族資產超過200億港元。何家喺香港商界同傳媒領域都有唔細嘅話語權。就算家底豐厚，但同林家對比，何家嘅綜合實力仍然有差距。林甜儀嘅爺爺係麗新集團創辦人林伯恩，係香港老牌富商，早年身家已經突破600億港元，家族業務涵蓋地產、酒店、影視多個範疇，根基深厚。林甜儀嘅老豆林建岳係華納集團主席，手握大量地產同影視資產，係名副其實嘅百億富豪。佢阿媽係昔日知名藝人謝玲玲。喺咁樣嘅家庭長大，林甜儀細個就身處香港最高層級嘅名媛圈子，日常接觸嘅都係政商兩界嘅頂層人物。
香港好多豪門婚姻都係由父輩牽頭撮合，靠家族利益先至埋一齊。但何正德同林甜儀唔屬於利益聯姻，佢哋係自由戀愛。2012年，林甜儀當時喺一間證券公司做嘢，公司舉辦一場金融行業研討會，何正德以活動嘉賓身份出席，兩個人就喺呢場活動正式相識。相識之後，何正德主動追求林甜儀，相處咗一段時間，兩個人正式確立戀愛關係。拍拖2年之後，2014年，兩個人舉辦婚禮。婚禮分成2個部分，首先喺法國尼斯嘅私人莊園搞咗一場小型私密儀式，淨係請20幾位至親好友到場。之後返到香港灣仔君悅酒店舉辦大型婚宴。呢場婚宴規格相當高，港澳前任同現任一共5位特首都有到場，李嘉誠、劉鑾雄一班香港頂級富商全部到場，到場嘉賓超過1000人，絕大部分賓客都係香港政商、演藝界嘅名流。當年呢場婚禮轟動成個香港社會。婚後，林甜儀同何正德先後生咗1仔1女，組成4口之家。好長一段時間，只要香港有大型名流活動，夫妻2人多數都會一齊出席。社交平台亦都經常貼家庭合照，持續對外傳遞家庭和睦嘅狀態。港媒亦都多次記錄佢哋一齊出席活動嘅畫面，將佢哋當成豪門夫妻嘅正面樣板。2024年係佢哋結婚10週年，何正德專門安排行程，遠赴菲律賓巴拉望島，為林甜儀補辦一場沙灘主題嘅紀念婚禮。呢場紀念婚禮唔對外開放，有60幾位親友專程飛去菲律賓小島參與見證。到場嘅賓客個個背景都好有份量，香港無氈大王嘅孫女曹穎慧，新加坡中旅遊富家千金石晶善，有台灣第一千金之稱嘅關穎，雅詩蘭黛創始人嘅曾孫喬希蘭黛，股神巴菲特嘅新抱莉莉巴菲特，全部都到場參與。喺外人睇嚟，結婚10年，已經湊大2個小朋友，仲願意花大量時間同精力飛去外國補辦紀念婚禮，足以證明當時夫妻2人感情深厚。去到2025年，佢哋結婚11週年，夫妻2個人返當年舉辦婚禮嘅地方，拍攝影像嚟紀念週年。林甜儀當時喺社交平台發佈動態，公開向丈夫何正德表達心意。佢寫住：我每天都越來越愛你，迫不及待地想和你一起創造更多美好的回憶。由文字可以睇得出，林甜儀當時對呢段婚姻投入好多。同年林甜儀踏入41歲生日，何正德同樣喺社交平台發文，為妻子送上生日祝福。夫妻互相示愛，再次令外界感慨佢哋婚姻幸福。同樣係2025年，何正德嘅老豆何柱國過身，何家遇上重大變故。何柱國嘅喪禮按照基督教儀式舉行，香港大批政商界人物到場弔唁，霍震霆擔任扶靈人。何正德作為長子捧住遺照，林甜儀全程陪住丈夫，負責接待到場弔唁嘅賓客，處理喪禮入面一大堆繁瑣事務。佢喺現場對外話，何柱國生前待自己好似親女一樣。搞掂晒家公嘅身後事之後，考慮到奶奶會因為丈夫離世長期陷入悲傷，林甜儀主動安排行程，陪奶奶去英國休養散心，希望可以幫奶奶走出悲痛。呢一連串公開發生嘅事，全部俾媒體記錄報道，大眾進一步覺得林甜儀同何正德嘅婚姻既有感情基礎，亦都有足夠嘅家庭責任感。正因為過去10幾年累積咗咁多恩愛嘅佐證，所以當何正德喺溫哥華街頭同陌生女子親密嘅相片曝光之後，網上反應先至咁大。好多網友接受唔到之前對外展示嘅幸福家庭，背後竟然會發生咁樣嘅事，大量網友出聲鬧何正德。不過網上輿論唔係一面倒，都有一部分網友提出唔同睇法。
佢哋覺得何正德嘅行為未必就係婚內出軌，有可能係恢復單身之後正常同異性交往。呢班網友嘅睇法源自2026年1月就已經開始流傳嘅二人離婚傳聞。由今年1月開始，細心嘅網友發現林甜儀同何正德再都冇公開一齊露面。以前香港舉辦大型名流聚會、慈善晚宴、圈內好友嘅婚禮，只要條件許可，夫妻兩個人都會一齊現身。但今年1月之後，無論係邊一場圈內重要活動，林甜儀都係獨自出席，何正德唔再陪住佢露面。兩個人嘅社交賬號亦都唔再更新夫妻合照。變化仲唔止咁，何正德直接將原本嘅社交賬號註銷，賬號入面所有同林甜儀相關嘅晒恩愛內容全部清晒。賬號改動，再加長期冇同腔，離婚傳聞開始喺香港網絡同名媛圈層入面傳開。7月中旬，有網友直接去到林甜儀阿媽謝玲玲嘅社交賬號留言，直接問林甜儀同何正德係咪已經離婚。謝玲玲冇做出正面答覆，但係點讚咗呢條留言。過咗一陣又取消點讚，點讚之後又取消呢個操作，冇解答到疑問，反而令外界嘅猜測越嚟越多，各式各樣嘅傳言進一步擴散。港媒接觸到一啲圈內消息，有唔想公開身份嘅知情人士向傳媒透露，早喺今年元旦過後，何正德已經向林甜儀提出離婚，雙方一直喺處理相關事宜。不過呢個講法從頭到尾都冇得到當事人證實。豪門離婚涉及資產分割、仔女撫養權、兩大家族嘅聲譽，處理流程漫長，好多環節唔會對外公開。就算離婚傳聞炒得沸沸揚揚，兩位當事人始終冇做出任何公開回應。林甜儀冇出聲否認，亦都冇確認傳聞。何正德同樣保持沉默，冇官方嘅回應，外界就唔可以確認兩個人究竟係咪已經辦妥離婚手續，係已經離婚，定係處於分居、協商離婚嘅階段。咁就令到何正德喺溫哥華街頭嘅親密事件性質變得好模糊。如果兩個人已經正式離婚，咁何正德同其他異性親密就唔算出軌。如果兩個人仲維持婚姻關係，咁何正德嘅行為就屬於婚內背叛。成件事嘅性質完全取決於佢哋婚姻嘅真實狀況。去到寫稿嘅時候，面對全網持續發酵嘅輿論風波，林甜儀同何正德依然選擇唔出聲，冇發佈任何聲明，冇接受傳媒訪問。對於街頭親密相同離婚傳聞兩件事，一樣都冇作出解釋或者澄清。當事人選擇閉口唔回應，但香港各大傳媒已經展開深挖，將同何正德喺溫哥華街頭一齊嘅女子各方面嘅資料揾晒出嚟。根據港媒報道，呢個女子叫張喵，職業係保險經紀。張喵同何正德上年年底透過雙方共同朋友介紹先至認識，相片曝光，件事登上各大新聞之後，張喵即刻將個人 IG 賬號註銷，賬號入面嘅內容再都搜索唔到。何正德亦都對社交賬號作出調整，刪晒賬號入面以往同林甜儀嘅所有甜蜜合照，改埋賬號用戶名，仲將社交賬號設定成唔公開狀態，外界睇唔到賬號入面嘅內容。兩個人幾乎同一時間改動社交賬號，唔少網友判斷佢哋一早預料到件事曝光之後會面對好大嘅輿論壓力。港媒同時放出多組張喵過往嘅生活相片，由公開相片可以見到張喵嘅樣同身材條件都相當出眾。件事曝光之後，張喵直接註銷社交賬號，亦都睇得出佢已經感受到網絡輿論帶嚟嘅壓力，唔想再俾大眾圍觀討論。而家成件事仍然處於持續發酵嘅狀態，網上兩種完全對立嘅睇法不斷碰撞。一部分網友堅持何正德係婚內出軌，對唔住林甜儀同埋兩個小朋友組成嘅家庭。另一部分網友就覺得
有可能兩個人一早已經悄悄完成離婚手續，何正德只係開展一段新嘅交往。豪門圈層好多內部事務唔會對外公開，外界可以掌握到嘅，淨係得路人實拍嘅相片，傳媒挖掘出嚟嘅線索。究竟係咪真係離婚？何正德到底係婚內出軌，定係恢復單身之後正常拍拖？暫時唔可以落確切結論。兩大豪門被捲入呢件事，一旦公開反面，會牽涉家族聲譽、資產分割同埋仔女撫養等好多現實問題。按照豪門處理風波嘅一貫做法，雙方好大機會揀私下協商解決，盡量唔好將屋企事全部攤開俾公眾睇。後續港媒都會繼續跟進挖掘相關線索，成件事嘅真相就要睇當事人會唔會企出嚟，對外講清楚婚姻嘅真實情況。好啦，以上就係今期嘅內容。如果鍾意我哋嘅節目，歡迎訂閱、點讚同轉發，多謝大家嘅支持。